屬猴朋友嚟到馬年咧，冇衝冇合，相當唔錯。我哋仲有兩個大嘅吉星照住，就係驛馬星。驛馬顧名思義係代表住走動啊。今年有呢個星嘅話，多出門多出差係好嘅。喺感情運方面，原來都係所謂嘅異地姻緣。如果我哋能夠咧係多啲出去嘅話，尤其是離開你嘅原居地，咁遇上桃花嘅機會係特別多㗎。又或者趁人哋出差嚟到你自己地方，都可以遇上一啲唔錯嘅姻緣㗎喎嚇。今年所謂動中生財，多啲走動。另外仲有文昌星，係讀書考試升遷比較有利嘅星。如果再加埋驛馬星，想去外地讀書嘅朋友，今年可以實踐啦。同時間今年咧有雙門星啦，注意家宅運。咁既然係一個咁有利讀書嘅年份，過年期間多啲用呢個文昌嘅色，即係青綠色，對你嚟講係特別好㗎。